有钱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，有土怪。就是我啦！好啦，你们要问什么快问快答，get go哦！员工快问快答开始。怎么该成立一间拉拉叉叉网红公司啊？哎呦，就是因为我想当网红，结果失败了，还把我的名字都改成了 YouTuber 了嘞，嘿嘿嘿。啊，你外公会失败呢？因为我讲的笑话点阅率太低了啊。哇，好好奇哦，这个示范厉害吗？我想一下皮卡丘站起来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10万伏特吗？不是，是皮卡兵。那皮卡丘走路是什么样子呢？哈，黑马该啊？皮卡，乒乓乒乓。我再讲一个刘备字玄德，曹操字孟德。那500是什么嘞？500字俊霖啊？不是。是心得，因为500字心得啊。了解，下一题。等一下，我又有一个了。来，为什么还是蓝色的嘞？头一哈啦。黑影比鱼都蓝蓝的吗？蓝蓝的。答错了，黑眼比鱼都是在水里会。我想我们都了解了，下一题。你是过了多久，张发现气嘎不适合当 YouTuber 的呢？哎呦，这个问题我潜心修炼，经营了3年，每年订阅人数都有100%的成长嘞。3年订阅下来总共3个人，每年增加一个，其中一个还是我自己啦。不过有一则的点阅率冲得很高哦，足足有100%呢。不错。只是大家都是来 diss 我的啦，你要不要也订阅一下嘞？等一下，我很好奇，有土博士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的网红在你公司工作呢？哎呦，那是因为团结力量大呀！我就不相信，我找那么多人来一起合作，我会红不了呀！下一题。做嘛该个有 VTuber 秀呢？是不是想要自肥啊？哎呦，俺老唔够啦 ，VTuber 其实很厉害耶！我只要穿上动态捕捉装置，就可以操控虚拟的3D 角色哦。我们要不断的创新，才不会被淘汰呀！你是不是想要自肥？然后我们就可以邀请来宾来打这一鼓啊，这就是 VTuber 秀啦。我们下礼拜就会有那个来宾来了啦，我们拭目以待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我跟你讲我们邀请的来宾有陈明珠，还有李志玲，没有。